顶个月底，高雄桃园台20线有一架火下5个人，规台车是载落去山坎，不幸来过往。加在呢有一个后生无对因做火起，不过保险公司说讲呢，明知影有危险，搁要去，无符合这意外险的资格，所以落尾是无要赔偿。顶个月高雄的桃园区台20线，因为大水河地基流失，细里的查某人因某含3个囝儿，人含车走的落去170公尺的深谷，干那李先生囝都伫厝倒过。给弟弟做一个留念，不然他也会想妈妈。里面有妈妈的照片在里面呢，还有姐姐的。家属拍算用保险的理赔来维持囡仔以后的生活，所传出保险公司以细里的查某人伫代志发生的时阵来回求帮助，落尾嘛落去山谷，互因认定讲明知影危险搁去做，无符合意外死亡的要件，赔寿险不赔意外险。他要救人性的本能啊，结果他们的认知说，他明知道危险而为之。死者的亲属高雄市议员高中德指出讲，理赔金额是差400万到500万，今嘛搁在和保险公司在协调。我的故意行为是要直接导致这个结果，例如死亡或伤害的结果，我们才会符合这个故意行为。那在这个情形里面进行救援的动作来看，是不符合这个故意行为的定义。有律师认为，保险公司是以监视故意行为来定义细里的查某人的举动，但救援厝内人的动作无符合故意行为。保险经纪人嘛认为讲，细里的查某人是请定3个囝儿的监护人，本地就有避免囝儿死亡的责任，理赔案还有正大的讨论空间。小朋友在手无缚鸡之力的情况下，我们的爸爸过去救小孩，也是在保障他宪法的这个生存权的权益嘛。如果说今天保险公司他因为这件事情他不理赔的话呢，想必他有一定的可以增值的空间。除了意外险5个人内面，甲爸爸的户籍无伫高雄扣掉，其他的人拢符合高雄市微型保险的资格。所以因为市府是固定伫当年3月底的时阵报，5月生效，等于是未符纳入保险就死亡。面对意外险理赔的争议，专家拢建议向金融评议中心来申诉。防止控无爱理赔的保险公司是回应讲，细里的查某人敢若保寿险已经进入理赔的定数，意外险毋是因公司承保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